上帝他的爱就要来充满我们，阿们，阿们。期待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我们要再一次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阿们，阿们，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跟旁边的人给他温暖说，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在我们当中，很开心能够看到你在我们当中。是的，圣经说，你们不要忧愁，依靠耶和华的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不要忧愁，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阿们。让我们早上在上帝的殿中，一起要来开口赞美他，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今天，我们都要来带着上帝的喜乐来赞美他。阿们。阿们。一起来拍手。我们喜乐。
我们是得释放的一年，Amen。我们要奉主的名宣告，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就不再一样，Amen。奉主的名有耶稣，我们的家庭就不再一样。奉主的名，过去一年那一切的坏习惯、心里的苦毒、失望与难过，都要完全的断开。因为有耶稣，我们的心中就要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有力量、有自由，要得着释放。好不好？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让耶稣来掌权，要翻转我们的人生。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再一次仰望交托你。主啊，愿你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我们活着不再是靠我们自己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让我们穿上新衣，穿上了新的皮带，让我们为着活。新的一年当中，让真的穿新的一年，翻转的人生。主啊，我们单单的来投靠你，单单的来仰望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来到上帝的面前，继续的来敬拜他，亲近他，静静的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有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以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将我们的忧伤交给神，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是的，耶稣，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
并赐下宝贵的圣灵，使我们重新得力。主啊，让我们也可以常常的让圣灵来造访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常与你来连接。主圣灵，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安慰我们。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是的，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欢迎你。生命，生命，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生命，生命，生命，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基督复活做宝座，赐下权柄，荣耀真理从天降临。亲爱生命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再一次的宣告，基督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基督复活做宝座，赐下权柄，荣耀生命从天降临。亲爱生命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手心，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的灵。再次更多邀请圣灵进入到我们当中，来享受与他圣灵甜蜜、他亲近的关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生灵，生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生命欢迎你，生命，生命，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宣告基督他的宝座，如复活做宝座，赐下权柄，荣耀生命从天降临。亲爱生命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同行。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欢迎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完全的苏醒，完全的领受从上而来的爱。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好不好，弟兄姐妹、教会们，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我们来享受圣灵的同在。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让圣灵来进来。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的
来充满我们。愿您的灵在哪里，我们哪里就要得到自由。耶稣，你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你给了我们自由。愿你的宝血也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啊，让我们跟随你，永不回头。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来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在殿中，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所造的，也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民，也是你草场的羊。主啊，我们当用称谢来进入你的门，当用赞美来进入你的院，因为耶和华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来赞美你，谢谢你在万民的当中来拣选我们成为神你蒙福的儿女，让我们每天能够享受在主你的眷顾与保守当中。主啊，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做什么，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感谢神，你过去1年的带领，让我们年初到年尾牧养我们所有的一切，你的供应是无比的丰盛。主啊，即使我们走在阴暗的低谷的当中，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保护着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引领着我们，扶持着我们，安慰着我们，不叫我们跌倒摔伤。主啊，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时常陷在罪的网罗里。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一些我们任意妄为的罪，得罪了你，也伤害了别人。父啊，求你来饶恕我们心中一切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意的态度，来帮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服侍你，让我们保守我们不图着世上的一切的享乐名利，也不体贴一切的肉体的情欲，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来造就我们的自己，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耶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你参你的仆人，那我们的齐牧师今天要来分享他的信息，求你的灵来高抹在齐牧师的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句句都能感动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耶稣，那我们今天来，又能得到神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也让你的话语也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让我们将今天的一切这场的敬拜从头到末了，完完全全交托仰望给神，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来报告，翻开我们的周报第4页。消息的报告，今天是真道神学院的主日，该院派副院长秦明胜教授秦牧师前来本会讲道及募款，敬请我们弟兄姊妹踊跃的奉献及代祷。第二项小会的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于本主日的时间，在教会办公室有举行2019年度的财务的检查，请各单位的财务人员配合送检。第二小项，
本会也定于2月23日上午的9点举行2020年定期核会，会后有提供青石，请各单位之施工及财务报告务必于元月26日前送到办公室，以利编印核会手册。第3小项，本会也定于当天2月23日下午5点举行侍奉者的勉励参会，地点在金旗盛宴，就是原来的大巴餐厅的博爱路。敬请各单位于2月2日之前向办公室报名，方便能够安排桌数。第4小项，本会的敬拜中心我们今年开始每主日的上午10点有一场的华语礼拜，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第3项，本会定元月23日晚上，星期四晚上8点召开小会，地点在小会议室，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第4，本会定于元月25日，接下来这礼拜六的上午9点举行2020年新春称谢礼拜。本会的各圣歌队、学青牧区及儿童牧区有献诗，会后有茶点的联谊，欢迎弟兄姊妹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第5，春节假期一小项，元月25日青虫礼拜以及元月29日礼拜3的下午晚上8点的祷告会，我们暂停一次，请弟兄姊妹留意。第2小项，从元月的24号到元月29号，农历新春连假，除了元月25号的新春称谢礼拜、26日的主日礼拜3场照常以外，本会办公室不上班，请弟兄姊妹留意配合。肢体消息商讯本会的蔡妙清姊妹令尊蔡太胜先生于去年的12月31日安息，已于1月12日上个礼拜天上午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遗嘱，也请弟兄姊妹特别为妙清姐妹他们关心来代祷。第2项，互助社的消息。第1小项，社员大会定于今天下午2点半在主堂召开，我们从1点半开始到3点，1点半到3点在副堂报到，逾时我们就不发摸彩券及出席券因为这次出席券我们跟以往不一样，以前都会发那个导游黑豆油比较重现在这次因为去年在各位社员的协助之下，我们去年互助社获利有稍微好一点，所以这次我们出席改花100块的全年礼券这样就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重，不然有的看都要请车子来载请社员务必要携带存折、印章到副堂报到处，记得是1点半开始报到到3点，你逾期就摸彩券跟出席券都没有那领取摸彩券跟出席券跟纪念券，会后凭取券来领取纪念品、出席品及股息。另外第2小项，助学贷款专案利息是联息零利率我们每年有2次的助学贷款，所以你是社员的话你是要社员才可以办理零利率零利率，那都有金额的限制，那个额满为止只要你是在本国政府，你国外的不行在本国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学校社员有意愿贷款，请洽互助社来办理。第3小项，1月23日到1月29日因逢春节期间，我们暂停服务。第3项，希望爱的书房，我们在教会的广场，我们每年都有那个福音的春联的贩卖，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能够在1楼的广场那边来选购。教界的消息，我们请戴牧师。好，教界消息我们中会有2个消息，第一个是教育部在举办今年的读经运动，那今年一样是盼望我们能够读完整本的圣经一次，那另外再加抄写箴言这盼望在今年的12月11号以前能够完成，然后再把这个寄回去我们中会。那我们在办公室报名到1月26号，所以请我们把握时间。第2个是我们教社部在2月21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有举办一个研习会
如何面对童年阴影医治创伤讲师是钱玉芬教授，地点在武昌教会，这是我们长老教会有打8折，那盼望弟兄姐妹也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告诉旁边的人说愿你平安。感谢主，平安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当每一个人充满神的平安的时候呢，我们一切的这个祝福的源头就会从上头而来。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跟世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所以我们要常常把平安成为我们的这个祝福，成为我们的话语在存在这个当中。那么我们也要求神教导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甚至于在往后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他，我们就要遵行他的旨意。他的灵本为善，所以他必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个平坦之地，到那个平安之地，到那个有流奶与蜜之地，到那一个清脆者之地。那么以上的经文是在诗篇143篇的第10节。所以呢，我们能够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互道平安哈。好，如果你刚刚是跟右边，那你现在就跟左边，愿你平安。好，感谢主哈。那么我们因为有华语场，另外一场在我们的敬拜中心呢，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参与主堂的这个第2场的这个聚会，好不好？我们立定，我们每一个人呢立定一个目标就是呢在不久的将来的主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主堂给做满哈。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那个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哈。那么尽量呢邀约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圣殿。好，接下来我要来介绍我们今天之前呢他是在真光教会聚会，然后呢前一阵子因为搬到桥头也参与我们的聚会。那么我们的招满妈妈哈，今天也带她的这个女儿哈。和天心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天心姐妹。你在哪个地方？妈妈，你起立好吗？你起立挥挥手，挥挥手啦。那个妈妈哈，那个李姐妹哈，李姐妹我们也挥手，是妈妈哈。以前在真光教会哈，那么他们现在是搬到桥头哈，桥头的地方。好，请坐。接下来我刚刚在后面招待的时候，有看到我们好久没有来参与我们的聚会哈。我们的刘吉龙弟兄还有他的太太女儿今天呢也从外地回来哈，参与我们的聚会哈。吉龙弟兄，你们全家好吗？站立起来，让我们拍手也见见你哈。好久真的没看到你了哈，真的没看到你。好，请坐。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员，我们这个圣光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哈，也是我们之前的玉山神学院的副院长哈，我们的秦牧师、秦明生牧师在我们当中。感谢神，那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喜乐的相见。好，刚刚你有站立起来哈，那可能呢我们要展现右昌教会的这个对你的欢迎跟热忱，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再麻烦你从位置上站立一下哈，再站立起来哈，我们要唱欢迎歌，欢迎他们，好吗？刚刚的起立来耶，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你，欢迎来，欢迎，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我敬爱欢迎，一次永远又唱教会欢迎你耶，掌声叫欢呼。每次呢，我们的欢呼的时候呢，要跟千军万马一样哈，让呢这个弟兄姐妹觉得说，哇，这个教会不得了哈，200-300个人，好像2-3千个人一样哈，让我们呢在主里面呢，其实，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在天堂呢，神就是这样子的欢迎属他的儿女呢，能够进到神的这个会幕的当中，进到神的这个家中哈。好，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一样啦一家人呢
不是益生菌哈，一家人呢，就是呢，那可以让我们呢，能够在主里面这样子彼此的请安问候。所以请安问候的时候，展现你的笑容。我们请起立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请安问候，让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一起手拉手来，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告诉旁边的人说，你的笑脸我看到了，非常美，非常好，愿神祝福的充满，使你的家庭更美满，因为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非常赞美神，哈利路亚。来，我们再次各排再牵着手，各排哈，不用接哈，各排几排，牵着手，告诉你旁边的，或许他是你的太太，或许他是你的家人，跟他讲，坐下来。好，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坐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圣歌队的诗歌。坐下来，我们专注聆听讲道。阿们。好，我们就安静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5节。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5节。翻到没有PowerPoint，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32章，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阿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赞美我们，请教会圣歌队。让你的心操我。
我们感谢教会圣歌队带来好听的诗歌，那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让主在前面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也不用惊慌，也不用害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必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着我们。接下来讲到我们要先请戴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礼拜是真道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那常常想说有弟兄姐妹也许也在疑问说教会我们在过去在关心长老会的神学院，那真道神学院是我们高雄市的当中设立的一个神学院，这是一个比较跨教派的一个神学院。那反观在我们教会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服侍国度，服侍在神的众教会以及神在福音上的机构。那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的讲员秦牧师呢，秦教授呢，他从长老教会神学院退休之后，他转战在新的一个领域，就是在神国度的当中的服侍，是能够服侍众教会的一个神学院当中来服侍。那有幸我们教会能够参与在真道神学院这样的一个纪念主日，也为了他们的学校的需要，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绵薄之力，让他们能够在运作在整个的师生的所有的师资的运作上，在学生的造就上，我们都能够参与在其中。盼望我们能够借由奉献，也借由带导的力量，来帮助真道神学院在这个培养更多神的工人这个道路上面能够更为宽广。今天我们欢迎齐明生牧师他所带来的讯息，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真道神学院来到你们当中，向你们请安，报告，也在这个时候在这里讲道，分享上帝的话。这个对我来说是上帝大大的恩待我，也祝福我。谢谢教会过去到现在对真道神学院的关心、支持与奉献，让真道在这个14年当中可以继续培养神的工人。其实真道神学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不同于我们长老教会的神学院，因为我在一神服务28年那我是18年退休的那真道神学院它的特殊点就是我看了学校这个过去13年毕业的学生有79位，所以应该是平均每年只有6个神学生可以传福音的一个神学生不过我看那个比例那个79个里面占35%的毕业生是有开拓的经验，他们有开拓教会。那占45%的毕业生可能就接受巡礼会、浸信会、传道会、行道会的聘请当传道人，甚至到机构像更生团契这个机构，他们也有聘这个真道。大概只有20%的毕业生他们就自己从事他们的工作，比如说开这个咖啡厅，他就自己在开咖啡厅，然后再传福音，开一个餐厅也是在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变成在做在职的传福音的工作。这个职是原来他的工作，透过他的工作呢来传福音，这是非常的很特别。我们在长老教会大概没有这样的毕业生啦。那2012年我去美国那我代表13神学院到加州访问3个教会要为一神募款。我在那个时候又整理一个资料，就是2000年到2010年毕业的13神学生那道硕毕业的平均在180位，那
开拓的这180位的传道人，180位开拓的只有3位而已，可以让一个小教会从这个布道所、福音站升格堂位只有11位而已，所以跟真道是有非常不同的一个状况。因为长老教会有1000多间的教会嘛，所以大概都是为了培育退休的牧师要补这些传道人嘛，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在培养说要去开拓的或者是要去在职来传福音，大概比较少这就是真道的这个很特殊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可以鼓励可以发展的一个神学院，因为它不属任何的教派，不像我们长老教会有1000多间的教会呢，在奉献支持台神、南神、义神。在义神的这个28年在义神，长老教会奉献给义神每年平均在1600万。好，所以这个真道没有这个真道我看各教会的奉献都不到60万一年，所以我想这是非常的辛苦。那我在那里，目前我们的学生是有102位，包括校本部。那我们的全职的工作只有8位，5个老师，有3个职员，所以我们的工作大概都要做2份的工作。我在义神那个老师15位教职员可能职员大概有10位，就25位，20位。目前义神的学生，我听说也差不多102位，跟我们真道一样。可是一个用25位的教职员来培育102位，那我们现在就8位那义神的预算1年大概差不多在3800万，那我们真道才900万，一样，同样要培养102位的神学教育所以我们非常的辛苦。我来到真道并没有很轻松，我以前在义神还比较轻松，我在这里要做2、3倍的工作而且谢礼还比义神一半都不到但是我想我很喜乐因为有经历到不同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在这个真道，所以我觉得值得肯定、值得推动的一个神学院的工作。那真道神学院明年大概我们一直要做的有2件事情，就是培育一个老师能够拿到博士。我们去年有一个老师他已经学假，他要准备去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神学院。那我们知道香港比台湾的学费贵大概我们每年都要帮助25万，所以如果4年就要100万那我们因为今年11月亚洲神学协会要评鉴这个真道第2次评鉴，那我们少了一个神学硕士的老师。那我们去年的9月，我们有跟一个学生约定，今年能够毕业来到我们学校。那我们约定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就要给他2万块钱，所以1年也将近24万。那我想这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经费如果说大家有感动呢，那我们就奉献支援学校来培育这个老师的经费这样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因为这个14年的当中呢，这个真道都是以理事会作为监督来办这个学校这个理事会在我们国家的政府不能招收国外的学生，只有转为董事会才可以。那么我们有很多国外的学生一直申请，我们去年有收到巴拉圭的学生、印尼的学生、缅甸、印度的学生想要来读，但是我们不能花那个1年的签证，不行，因为他必须要转到董事会才可以。那我们要转呢，肯定需要花一个150到200万之间的经费所以这个是很急迫。我们希望说能够扩大，一定要变成董事会会比较有发展性请大家能够来关心真道神学院
那今天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呢，创造分享的动力，来与大家来分享哈。那当然，我希望真道神学能够创造很多感人的故事，然后引起我们每一个人跟教会能够产生一种分享的一种动力哦。我记得10年前我在义山神学院服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学生，从阿美族的学生，是属于阿美中会的哈。他6月毕业，然后到10月呢，一直在学校打工，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在山坡上，所以那个杂草很容易生哦，所以每一个礼拜都要割草，那我们就请他来割，到10月啊。那阿美中会不是不派他，不是说没有教会，有教会但是他是属于东美的，所以属于东美的一个学生出来的嘛，所以东美教会大概有20几间，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中会所规定的，一定要付给传道人要15000的生活费，15000的生活费才可以派传道人。可是这个20几间达不到，有的教会可能只有8000、9000、10000、12000，没办法达到这个15000。可是后来这个学生一直认为说，我在这个神学院受训7年的时间，到最后我怎么可以在义山神学院就割草而已呢？我不传福音呢？这样，所以他后来就要求中会，我愿意接受10000块以内的教会。那所以后来有一个教会刚好是11000的每个月11000这个中会就派他到那里去。不过因为这个传道人是带有那种要回馈上帝的救恩，所以他非常的努力，即便是11000他愿意接受。那师母呢，刚好我的师母在图书馆做管员，他听到那个阿美中会的东美中会的那个传道部跟他在对话刚好在图书馆，师母听了很感动。我们有这样的学生那么可贵他不在乎于金钱多少，11000他也可以愿意去募会这样。那所以我们很感动。我跟师母那天晚上说，要不然我们就暗夜帮助他，虽然很少，只有3000块，但是因为我们看到他，我们就感动我们的能力就这样奉献给他3000。这个故事呢，我就传到美国去了。那当然有教会在帮助他，特别有一个长老姓林的林典摩长老，他就愿意每个月200块美金帮助他3年所以就6000块台币嘛加上我们的3000块就9000，他11000加9000变20000块，所以他很认真的在那边募会，要回报这样的恩典。所以3年呢，这教会就成立堂会，升格堂会，他变成首任牧师所以我想这是因为他所做的事，他的决定引起我们的感动。我相信创造分享的动力，就是来自创造感动的故事没有创造感动的故事，就没有创造分享的动力。这种分享的动力，我想在历史中不断的发生。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从33节来看呢，32节，那一群信徒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任何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特别到34节的时候，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的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卖的钱拿来。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真是不简单。没有一个人在他们当中，这个任何一件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是大家公用的。各位兄弟姐妹，这种故事、这种事件发生在初代教会，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2020年的台湾呢？可能很困难吧。除非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故事，
让我们真的是感动的不得了。也许可能会发生。那么初代教会为什么可以？到底这一群信徒他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大事件让他们感动，所以敢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也超越了我跟师母帮助这个传道人救3000，也超越了这个长老帮助每个月6000块，而是这一群人把他们的田产卖，把这个钱拿到使徒的脚前。这个事件难道是空前绝后吗？不会再发生吗？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现在的教会不可以？那我们来看一看，当初教会为什么可以？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事呢？我在这里要提出至少2点来与大家分享哦。第一，他们之所以可以，我们看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当你们看了这一段经节，你们有感动吗？你们不认为这个是大事件吧？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我想应该大家不会感动吧？那为什么我们不会感动？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背景。也许有的人不会感动，就是因为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他们能够当一个神的仆人，因为是制度给的，长老教会制度给的，在宗教制度容许给的这样的能力。而我相信这个使徒他们带有能力，绝对不是宗教制度给的，绝对不是这个能力是行政能力、督导治理教会的能力，不是就这个而已。他们这个能力是来自耶稣复活的能力，是圣灵在其中动工的能力，让耶稣复活的圣灵在里面经历到了。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他们还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复活的能量，他们是胆怯的，他们是害怕的。最明显，彼得在耶稣的受难3次否认，使徒们都逃之夭夭，没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受难。他们是胆怯害怕的，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知识，智慧不够，但是他们经历了复活的能力之后呢，完全改变。我们来看那个在同样的第4章，我们看那个13节，13节14节哈，他们见彼得，他们是指谁？他们就是指大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呢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以前没有胆量哦，他们现在看见他们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可是现在便有智慧啦，就很惊讶，认出他们曾经是跟耶稣一起的。第14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播啊！不要忘记了，这个大祭司跟法利赛人又有不同的一群得到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是从哪里得到的？宗教制度得到的。这个大祭司跟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机构给他们更大的权利，这个机构叫什么？三合灵。这个三合灵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赋予一个权柄，除了判死刑有罗马帝国要执行，所有的判决三合灵可以执行，所以呢变成是帝国给予他们的权柄，所以他们是宗教领袖
也是法官呐、所以这个能力很大的哦。在当时呢，为什么这个老百姓会感动到会捐款呢？因为这是从复活的能力的彼得他们完全改变。即便这个大祭司否认耶稣的复活，拒绝他们宣扬耶稣的能量，他们禁止他们要宣讲复活的福音，可是呢，他们不怕。如果我们看那个，再看前面，如果我们看那个17节、18节，你看一下。为了避免这个事越发在民间传扬，我们必须要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再奉这个名讲论。这个名是谁？耶稣啊，复活的耶稣，不能再奉这个耶稣的名来讲论啊，讲论上帝的国度啊。他们要禁止恐吓他们啊。你看到第18节，于是他们叫了2个人来，禁止他们，再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啊。这些宗教制度给的权柄，这些罗马帝国给他们当法官的权柄，用这个来阻止耶稣的复活。我们不要忘记了，不仅仅是罗马帝国反对，大祭司难道不是选民吗？难道不是以色列人吗？上帝的百姓，竟然上帝的百姓当中，在宗教制度最高的位阶，反而反对耶稣的复活。可是这些人呢，不怕被打被关啊，他们都不怕。所以这些信徒一看到呢，哦，遐尼大的代志，真感动。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金钱来奉献，配合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复活的门徒啊，他们才可以啊。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没有人反对宣扬耶稣的复活，也没有长老起来反对耶稣的复活，也没有一个牧师来反对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就显得说，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在反对，就显不出牧者教会的干部的那个能量呢？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也不必高兴得太早。虽然我们没有在禁止耶稣的复活的能力，但是呢，教会所做的事，常常不知不觉是在敌对复活的意涵。如果从复活的意涵来讲，复活就是打破制度化嘛，宗教制度化嘛。那为什么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告诉门徒，特别是马可，告诉门徒说，如果你们要看到我的复活，你们要回到加利利。它并不像约翰福音一样，也并不像这个路加福音，路加到以马处士就被碰到，到耶路撒冷碰到。可是马可为什么偏偏要讲，一定要在这个加利利复活才可以实现？因为到加利利，第一个耶稣要做的是什么？打破制度化的宗教，因为他知道这个罪得赦免是透过圣殿的献祭制度。我们知道上帝的赦免本来是宽广的、无限的，上帝的救恩啊，被这个制度呢狭隘化了。神的恩典本来是有100，被制度狭隘到只剩下30%的人才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啊？为什么？因为当时贫穷人占75%，只有占25%可以买到祭物啊，买到祭物呢才可以得到罪得赦免啊。75%买不到祭物就无法得到神的救恩啊。所以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耶稣到最后在施洗的约翰
开始做的时候就认同约翰的做法，因为认同的那种罪得赦免，就是回复到上帝救万人的机会。在圣殿基督无法达到的这些75%，可以到约翰那里啊。所以复活的能量就是要突破被宗教制度所狭隘化的上帝的救恩呐。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教会很多在长老教会的制度里面，非常是教会法规化。长老制度化，所以无法把复活的能量超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难长老教会能够复兴教会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也知道，这种制度化会让一个教会很难复兴那我就拿一个案例来讲我们大概有听过了吧，在寿丰乡寿丰教会，在2006年以前，信徒大概都是20位以下在做礼拜。那到2016年突破150位。那为什么可以？就是有一个牧师在那边牧会，他有超越制度化的宗教信仰。那有一次我参加这个聚会，也应该是差不多在15年吧。我看到那一天聚会的人数已经超过130位，那我就问这个牧师，按照长老会的规定，教会的法规，130位的信徒至少要有6、7个长老吧？如果是1对20的话呢，那至少要有6个到7个。可是那一次他的会友虽然已经到150位，长老才2个。你为什么没有？我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照那个制度？如果照这个制度，勉强把一个信仰品质不是很好的一个信徒当长老，就成为教会发展的障碍啊！没有经历到耶稣复活的能力，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动工，我勉强他当长老，不是阻挡了教会的事工吗？他宁可2个。他不要这个制度的规范标准，所以我想这是在教会太少如此，不把这个制度当作是教会发展的中心的一个考量，不是？所以我想这个复活就是要突破这种制度化，特别在神的赦免跟救恩的一个制度狭隘的神的一种救恩，当然他要突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呢，它的另外的意涵是什么？打破因果论的信仰啊。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的一个意涵是很清楚，它不是因果论嘛。耶稣是好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是坏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果论。可是耶稣呢，不要忘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第一个在历史已经好几千万，搞不好几千个十字架，算万个十字架了。那为什么耶稣的前面的好几万个十字架不能成为救恩？为什么耶稣的十字架才可以救恩？因为前面好几万个十字架是因果论的，因为他是坏人，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可以成为救恩？因为他是好人，被钉在十字架。这不是因果论，所以呢，复活就是要打破因果论。可是我们来看现在的教会，我们在宣扬耶稣的复活，但是信徒呢，始终离不开因果论的信仰。我不必讲得很具体啊，我可以拿一个案例啊，花莲有一个长老那时候因为他孩子都出外，他一个人很孤单那么有一次我跟我的师母去看他了，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牧师说不要紧牧师啦，我的囡仔久看到我不要紧，我真平安啦，
我离开世间嘛是真欢喜啊，他那样讲，是吗？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啊，我常常奉献啊，常常帮忙玉山啊，常常奉献给迄个南屿岛吼较颂养的牧师啊，所以我离开世间9天吼，到天堂之后呢，我知道我那边有别墅啦。上帝为我盖一个别墅，这样，因为我的奉献很多，这样哦，所以你看，连这样的一个长老，长期当了30-40年的长老哦，他还是因果论的信仰啊，离不开啊。所以复活就是要打破因果论的信仰，打破制度化的信仰，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哈。那我们知道。那为什么这个门徒们哦那么认真的为耶稣的见证？因为他们的那种能量是从耶稣那里所得到的嘛，所以他必须要更加的有能力哦。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稍微看一下哦。这边有一个字叫做在33节哦，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的翻译本哦。那我想应该其他的翻译本我都看过，应该没有提到这个字。这个字叫做 upedidon， 这希腊文叫做 upedidon。这个 upedidon 呢是英文的圣经有翻译到。那圣经的英文，如果你们有看英文的话呢，它是给啦 give， 它用那个过去是用 gave 这样 give。With the great power, the apostles gave the testimony to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Jesus. Give the testimony 是用 give 这个，这种给呢，如果加这个介系词 up， 照来讲这个给是 didomi， 它为什么加这个 up 在前面？这就是还债的心志啊。因为我既然从复活的能量、复活的耶稣的福音得到这个能量，一定要一致的啊，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能量呢，不断的传耶稣的复活的福音，我才能够还这个救恩的债。这样，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同工，包括长老执事，唯一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做一个大故事，让人家来感动，大概只有在做回馈神的恩典的服事，在还上帝的救恩的债来做服事，我认为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教会呢，大概忽略了这个。如果要推派年轻人到神学院读书，大概都是现在同工太少了，所以快点培养这样。大概很少说这个人是要还债，神的救恩，所以必须要马上到神学院训练，让他在传福音的工作有这个机会来还债，大概很少这样吧。那特别在原住民的地区呢更惨，很多原住民的教会把这个年轻人送到神学院，能够改变在神学院，能够改善，所以神学院几乎像感化院一样的，非常不好的那性格啦，在家里可能父母没办法管好的小孩子呢，也送到神学院，会不会改变呢？所以不是说因为他经历到那个复活的能力，那种救恩必须要回馈要还债才可以做啊。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少，连长老执大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现在要当长老执事，就是要还债，我必须要服侍回馈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做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不是吗？我们知道屏东中会有一个教会，屏东中会，在2010年，10年前，屏东中会要议决要把这个教会关，因为信徒就剩下2只、3只猫了，所以他们希望说附近的教会可以用福音车来把它载到另外一个教会来做礼拜，剩下2、3只。可是有一对夫妻，当初
他也是带着还债的心志，还上帝救恩的恩这个债。他们到那里半年没有领谢礼，还救恩的债。那其中的教会的会友有一个嫁出去，他听到他的教会要面临关门，他很难过，因为他以前在这个教会上过主日学然后国中也是在这个车城国中然后不管怎么样，他们就去了这样那他后来知道有一天他回去要看，怎么没有关啊？怎么变成10几个信徒啊？哇，他很感动，所以创造了这个故事。本来要面临关门的教会，现在变成10几个了。我2018年的4月有到那个教会讲道，受洗会员已经达到45位。所以那个妇女感动，她从来没有那样感动过。也许她是最身临其境吧。那么多的那种回忆，在这个教会，终于要关门，她很痛，结果没有了，信徒变多了，她感动，就奉献50万给那个教会。你们知道这个教会经过了6年。从11年到17年，升格堂会了，是因为有还上帝救恩的债，才有可能啊。我在哪里？因为一个案例，我们东部我知道有一个年轻人，他去报考台神，那应该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吧。然后他第一场考完了，考完这个考试，然后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到厕所，结果一吐都是血。他抱病，再把那个第二个考试，英文，然后再考这个论述文，考完，可他回去他就跟他的家人讲：“爸爸，我身体不好。”他就身体检查，真的必须要住院。后来因为招生，结果他。招生一公布，他有考上，不过他就跟上帝说：“如果上帝你真的要使用我，你就要救我。你要救我，我毕业我就不会到已经有教会的教会牧会，我要开拓。”上帝救了他，让他回到神学院读，毕业。他真的开拓。我2016年有去台北，因为我的儿子在南港嘛，那一天我就带我的孩子，我的媳妇，我们去那个教会看他。已经成立堂会了，7年前开拓也一样成立堂会，然后当首任牧师啊，因为他就是有那种还债的心志嘛，所以我想说在。目前我们长老教会最缺乏像使徒初代教会的使徒那样大有能力，然后传扬耶稣复活的能力。我想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现在的教会能够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的未来能够更发展，把福音传开是更快的。那第二个，我在这边再分享一个就可以了再分享一个。就是我把它跳过我们看那个35节就好。35节，放在使徒脚前，照每个人所需要的分给每个人。那如果你们看这段经文，把这些钱放在使徒的脚前，照每人的需要分给每个人，你们看这会不会感动？这是不是大代志啊？这不是创造了一个感动的故事？引起你来奉献，不会吧？不会啦。
我想应该大家不会那么感动吧？把那个钱放在那个使徒的脚前，就好比说把你们的钱放在陈牧师的脚前，或是放在戴牧师的脚前，这样的画面会感动吗？应该感动不起来吧？搞不好还有人会怀疑吧？这个钱放在牧师的脚前会怎么样啊？大概没有人会。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有留意一个字很重要哦。来，这个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脚前呢，原文叫做 podas。podas， 这个 podas 在新约里面出现3次。podas， 第一次出现是耶稣跟门徒，他们是我们知道这个 podas， 它的意思叫做师徒制，老师学徒，师徒制叫做 podas。那为什么在门徒有发生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门徒跟耶稣是师徒嘛。当然也发生在保罗，他保罗的 podas 是谁？加马列。保罗在加马列的脚前，所以这个是脚前，也是保罗跟加马列是一个师徒制的那么另外有一个师徒在人的身上有一个在哪里发生的？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以前呢，我们的教会呢，常常认为说，耶稣祝福玛利亚，是因为他听耶稣的话。这个马大太忙着在厨房的工作，忙着这个物质的生活，这个玛利亚追求邻里的交通跟这个真理这样。可是我们忽略了，如果你再注意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玛利亚她也有写 podas 这样在耶稣的脚前所以 podas 是很重要，因为在那个制度化的宗教里面，女生很难当 podas 可是这个玛利亚呢，她冒险，她越过了这个制度跟传统规范，女生不能当 podas 可是玛利亚不顾这个传统的制度，她越过了这个 podas， 女生可以当耶稣的师徒制，所以耶稣感动哇！有这个女生，她不受到这个传统的信仰规范、传统的制度，她愿意越过。耶稣非常的兴奋，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然后就把这个祝福给玛利亚，而不是就听道理，听道理还不够，更重要，她是愿意成为耶稣的学徒师徒制那么对事件来讲，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10章是第一次发生，这不是对人的以前的 podas 是对人，对男的跟女的，那这边 podas 是对财产跟金钱，你的奉献也可以成为师徒制这是非常的不简单原来我们以前认为说奉献就是奉献这样，我们不晓得这个奉献也可以成为师徒制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再继续的来做研究的话呢，这个金钱如果能够在训练在宣扬耶稣复活的福音的传道人，你这个金钱也可以成为师徒的含类在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教会的奉献能够进一步到我的奉献要成为耶稣的学生，我的这个奉献成为耶稣的学生，那是更进一步的在这个奉献上的意涵，而不是只有说奉献帮助谁或是教会的发展而已，而是要成为一个师徒制宣扬耶稣的复活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你自己可能没办法当师徒制，你的孩子也没办法当师徒制，
你的金钱可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学院，它就可以造就不少耶稣的使徒门徒。这样的话呢，我相信神就会开启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在你的奉献的一个金钱上，然后引起更多的人的感动，创造分享的动力。那神学院其中之一，我想刚刚讲过，真道神学院是另外的一个特殊的所设立的神学院。如果大家能够感动开拓的传道人，能够感动再次传福音的传道人，我想你们的奉献，如果奉献在真道，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 Podas。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很感谢你透过早上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是的，初代教会为什么那么有勇气可以将更多的奉献拿到使徒的脚前，我们终于知道了，因为透过耶稣的复活的能力跟圣灵的工作所得到的能力的使徒们，要跟大祭司法利赛人从宗教制度所得到的权柄能力，从罗马帝国所得到的赋予判决的法官的这种能力来做对抗。所以相信主门徒终于在他们的职分上所得到的能量，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感动，用金钱来做回应，甚至金钱成为使徒的行列，来更宣扬主你的复活的真理。就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我们愿意学习出来的教会，即便我们无法像他们有非常大的作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主你并不小看小的作为，我们愿意做小作为中的作为，我相信教会就因着我们而复兴，因着我们让台湾南部的教会、东部的教会，甚至整个台湾都一起复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预备奉献，但是我们也要用一首歌来回应我们神。今天题目是说我们要创造分享，但是也要创造感动。什么样创造感动？我们就要更需要去创造爱，从神来领受那一份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创造更多感动的故事，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分享的故事。让我们在肢体当中，我们也彼此关怀，为着真道神学院，我们一起来奉献。在我们的周报当中有夹他们的奉献袋，我们也用这奉献袋来预备。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来唱这首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胸。请我们弟兄姊妹们要一起立。我们一起向世界
是的，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活出爱，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助，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主耶稣，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感谢你丰盛的供应，所赐下的平安，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给你无比的大爱，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得获他的能力。主耶稣，让我们可以用奉献来敬拜你。回你的爱，就是求你来悦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诚心的摆上，并且加倍赐予我们，特别赐在正道神学里面，让神能够培养更多神的仆人，主要让他们的一切的经费是永不缺乏的，因为你是丰盛的主。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还是依然站立唱祝差遣的歌。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祝福祷告，我们请戴牧师。上帝是爱的源头，他赏赐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从神领受这样一份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分享爱、创造爱，更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创造出更多爱的故事，更多神所喜悦的故事。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出与入。愿你们在生命当中领受神的福分，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第二场的聚会到现在结束，我们聆听圣歌队祝福的歌。